地狱是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都在讲地狱和天堂都在讲可能是方法，可能一些细节上可能不一样，但是大致来讲地狱就是一个很残忍的地方，天堂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这一点可能是没有什么区别了，都在讲那么佛教讲的这个地狱，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在这个地球上，还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呢？它不在另外一个星球上，也不是这个地球上那这个怎么讲呢？佛教讲的世界包括我们现在的世界也是，比如说一个造罪的人一个造罪一辈子都是这个造了太多的这个罪业的人比如说他就在这个地球上死亡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地球对他来讲就是地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就在这个地球上就在他这个去世的这个地方，他就会看到这些地狱里面的一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是做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做梦做非常恐怖的噩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这个梦里面的世界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呢第一个当然不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呢？也不能这么说，这个也不是所有人能看得见那么只能这样子讲，对这个人来说他看到的这个恐怖的景象就在他的卧室里面因为他就在他的卧室里睡觉了以后呢，做梦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地狱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就像我们就像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车祸空难这样子的时候，就是人就看到了很多这些非常恐怖的景象这样子以后呢，他就是稍微有点睡着的时候，就立即就在梦里面就出现这些东西同样的，我们比如说有些人经常去杀盗淫妄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就是吸收了这个，就存储了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心里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储存了太多的这些邪恶的力量、负面的这个力量。这样子以后呢，然后人死的时候呢，就像睡觉的时候做梦一样，然后立即就会看到这些恐怖的景象其实这个世界这样子的世界，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呢，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不存在，这地球上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世界的。但是对这个地狱制造了地狱的人来说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他来讲，这个世界是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地狱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就像在佛教的这个佛经里面描述的这种地狱，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睡着了以后呢，梦里面就看到了这些地狱的这些地狱的世界，然后呢，这个世界不是一天两天，比如说几百年几万年这样子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就是地狱了这个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回来了，没有这些地狱。但是呢，这个痛苦地狱的痛苦对他来说完全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梦里面呢，我们做梦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梦的时候然后梦里面发生的一切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个事情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个地狱呢，说是存在的也不是存在的如果说不存在也是存在的就是一个这样子。今天我们的世界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人的时候，我们认为人间
是存在的，其他都不存在，我们会这么讲。但是我们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就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器官，换了一个大脑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会想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才是唯一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其他的这些世界都是不存在。但是这些世界呢，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存在的世界，任何一个，哪怕是我们我们的这个人世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但是就像做梦一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有这些因缘存在的话，那就都会出现的所以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去学这个佛教的这些道理理论，可能还没有学太多的，所以我想我们可能是2个问题是最重要。第一个，这些比如说像地狱恶鬼这些我们看不到的，佛教里面讲的这些世界，或者是这些生命到底存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人肯定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除了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个生命以外，过去和未来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前世和这个来世，那也就是叫做这个轮回这个到底存不存在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这个疑问比较严重但是没问题，我们可以慢慢的学，这2个是完全是存在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充分的理由，不是我们的眼睛你们也不能说这个只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就是充分的理由只要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充分的理由，那不对的。我们看到的东西当中太多是假的这个包括科学都已经证明了、印证了然后呢，也有太多的东西呢，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呢是一个很愚钝的所以他能够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有局限性而且这个局限性当中他看到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假的但是这些我们可以慢慢的学，先不着急我们先暂时这样子相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就可以了。当然要相信的话，那我们也需要一个相信的理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能够说服我，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相信这个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我们不可能今天第一天就讲这么多我们可以慢慢的学其实这个慧灯禅修，这个我们应该是这个2年前或者有1年半左右这样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训练的方法，我们学的都是这些佛教的这些最基础的，比如说地狱前世今生等等就是学的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所以学过的已经学过了1-2年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但是呢，我们比如说中间新来的可能也许有那么新来的就我们之前的这些都没有学的话，可能也有一些疑问但是没关系的，可以慢慢的学习。